后来继续来看财政部公布到7、8月份统一发票兑奖的号码，讲有民众发现家己有一张发票，这个兑奖的号码竟然是完全消失，敢若剩5个英文的字母。这个状况是引发到讨论，有人讲这可能是稳重版的发票，也有人怀疑是走漏税，阁有人讲是毋是这个发票的号码用了咯？业者是出面来驳回，讲是因为当时机器咧维修，无法度掠到分段发票的配号，请当事人会当甲因联络，会补开发票予伊。民众来到收费停车场，要将车驶到进前，会先纳钱才摕发票。是讲有民众进前伫遮摕到一张奇怪发票。发票顶悬应该要有号码位出现一排英语字，这英语意思就是错误，根本无法度兑奖。民众骂讲去号码嘞，不知道是他们的作业问题，还是说刻意的，这个就不清楚了。那如果你遇到会怎么样？跟他们反映吧。相片嘛引发着讨论，也有过来人伫同款的停车场摕到无号码发票，某人阮生笑讲抽着签王，赶紧写1000万兑奖的号码，某人感觉是偷走税，也有人讲是发票的号码用了啊，赶紧联络国税局。敢真正是安尼？请跟那个开立的营业人联络，确认说上面有没有字轨号码。如果有字轨号码的话，就洽营业人去补印。停车场的业者赶紧驳回，讲当时机械当咧修理，所以无接收到网络发票的配合，毋是偷走税。当事人如果发现发票无号码，会当翕相将发票影像传起来，会能用假批、电子批或者是翕相的方式来补发。发票顶悬卖副车号，也有停车时间。可能是机器有一点故障还是什么，我就是要麻烦你拍照给我看一下，然后我这边补开给你，我再寄过去给你。民众讲，伫停车场摕发票，通常未注意顶悬敢有号码，到直接进入260地啊。事后发现嘛，变断处理。国税局特提醒民众摕发票时，会当小注意一下顶悬敢有号码，才会当及时处理，较袂影响到家己兑奖的权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